係麥思文同你睇天氣。今朝大部分地區嘅最低氣溫介乎23到25度左右。天文台嘅最低氣溫有25.2度，比氣候平均值高超過4度。預料本港聽日朝早轉吹北風，天氣會轉涼同有雨。星期一嘅風勢就會大翻啲啦。咁睇下11點鐘嘅氣溫係26度，相對濕度86%。跟住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。聽日氣溫介乎20到26度。咁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同幾陣雷暴，天氣會涼翻啲。下星期中期天色較為明朗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雷暴，廈門落雨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首爾多雲，東京落雨，巴厘島多雲，雅加達多雲，新加坡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曼谷驟雨，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落雨。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明朗；奧克蘭驟雨，惠靈頓明朗；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；紐約落雨，多倫多落雨，芝加哥驟雨；羅馬落雨，蘇黎世多雲，伯蘭克福多雲，阿姆斯特丹、倫敦落雨，巴黎驟雨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幫你遠離防腐劑污染嘅 Fanco 無添加特約播映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係由太子珠寶鐘錶及 Pioneer Diamond 贊助播映。跟住落嚟係刑事偵緝檔案2。